哦，这农地比那个旁边的稻田还要高，两边都是田高了，适合于种水果。这块地要卖了。你看新营那个休息站南边呢，附近都可以看高铁。前方那个就是南山市了，新港东南山市，南山市。那个就是高铁，高铁火车，高铁火车。